習上有一段日子嘅都應該會知道，局部嘅面上或者手上所透露嘅資訊，好多時反不及來上者行住坐臥時展現嘅神態重要同埋顯著。所以有一啲為咗突破局部部位上法嘅上家，會再去追求更全面嘅技法。上神便是其中一種較多人認同同學習嘅上法。以下係神上鐵關刀中上神嘅一段。近代論上嘅文章多有引用，或係換個方式、換種文字去表達。習上者應該唔會感到陌生。人以神為主，有神則發，冇神則衰。神足則富貴福壽，神衰則夭折貧寒。神從何處得？不徒眼中形，取合一身動作，周旋飲食起居，進退言語視聽，聲色中求之也。譬如坐則夭折係無神，坐如山寺係有神；立則築破係無神，立如石墩係有神；語則斷續悲咽係無神，語如洪鐘宮商係有神；默則微鎖用囚係無神，聽則如龍令蠢係無神；視則分昧不明，動則頭傾身遠，言不響亮，威不發揚；食則過緩過速，飲則如流如難，不遂而鼻有聲色，不語而日常呼吸，逐搖手擺，遂養行苦，此皆神不足之為也。至於眼中之神，而以揣測，有力於視者，謂之神旺；無力於視者，謂之衰。視如人畏者，謂之神足；視令人慢者，謂之神怯。此更異於形也。眼若無神，語醉如痴，語昏如迷，昧此必夭折貧寒者矣。道基第一次睇到呢段文章時嘅第一個諗法係，有修行嘅和尚便具備咗好多上述條件。當然，如果你要將俗世間嘅富貴福壽強行套入去佢哋修行嘅成果，道基又只能吐嘆一句：各有因緣。以上一段最能警示習上者嘅係：神從何處得？不徒眼中形，取合一身動作，周旋飲食起居，進退言語視聽，聲色中求之也。呢一段充分說明，眼神於作者嘅上法中，只不過係其中一種神。要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神，或神足神衰，仲有好多地方需要綜合觀察。另外一段值得留意嘅係對眼神進一步嘅判別。至於眼中之神，亦以揣測，有利於視者，此更異於形也。呢段則明顯同近代上家嘅睇法有巨大分歧。近代上家一般認為眼神變化多端，上法嘅結論亦就自然層出不窮，所以普遍相信五官之中最難斷上嘅非眼神莫屬。然而神上鐵關刀嘅作者卻似乎有意地加上一句：至於眼中之神，而以揣測嚟表達自己嘅意見，並略述咗幾道簡要嘅法則嚟俾諸讀者領會。無論眼神於上學中孰重孰輕，道基相信每一位出色嘅上家都有其獨到嘅上法。正如上一篇你唔知道嘅上學中篇所述，真正懂得睇相嘅高手都唔會局限喺局部部位。神上鐵關刀嘅作者雖早已帶出神從何處得，不徒眼中形，但現今仍有好多習上者過分迷戀眼神。喺道基嚟睇，眼神強嘅最大特點係其人對自己某方面有強烈嘅自信，或某啲原因如特別嘅際遇、家庭背景、成長經歷等，令佢擁有強烈嘅自信。但實際上，有自信並唔代表真係有個人嘅能力，只係其人自信自己有個人嘅能力而啫。呢類人較勇於挑戰困難，亦都較勇於嘗試新事物，所以成功嘅機會便較一般人多。但習上者需要明白，能否取得成功以及成功程度嘅大小，與眼神強弱冇必然關係。好多喺社會上富貴福壽或在不同界別取得大成功嘅人士，根本並唔具有視如人畏嘅眼神，因為社會地位同個人富貴，除咗自身奮鬥爭取，仲可以透過別人富裕而獲取嘅。嗰啲富二代、官二代唔富貴咩？唔通佢哋全部都好有神？喺道基嘅角度嚟睇，古上書嘅作者由於受時代背景所影響，嗰啲正面描述便大多集中於反映穩重、忠誠而又智勇雙全嘅人。但穩重、忠誠而又智勇雙全嘅人，必然能夠擁有富貴咩？現實世界話俾我哋知，一個人嘅能力係一件事，一個人嘅富貴又係另一件事。大家要清楚知道嘅事實係，能力有機會促成富貴，但富貴唔一定由能力所促成嘅。如果呢點道理搞唔清，你只係喺迷信上學。唔管你學歷高低、經驗幾多，你分析嘅出發點已經被前人定出嘅條文框緊咗。呢個時候嘅你喺上人時取決於直覺，應該仲要更準確一啲。眼神強嘅人最多見於競爭激烈嘅行業同埋社會，所以喺繁榮大都會內特別多眼神強嘅人。
而一啲講求專業知識或者高度技術嘅行業，由於掌握嘅人較少而較少競爭，特別係缺乏競爭嘅行業同社會，眼神亦就大多係溫和，甚至係帶點柔弱嘅。眼神強弱所透露嘅，更多係處世嘅態度，係對俗世種種追求嘅強弱。一個市井嘅販夫，眼神可以非常飽滿銳利；而一位處於金字塔頂嘅銀行家，眼神可以軟柔疲弱。當佢哋換咗尋常衣裝，邊個都認不得。讀者若果能放眼世界，對上學嘅理解便再唔會執於一方啦。本篇完。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多謝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